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6月17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一聊中东，聊一聊以色列、伊朗。眼看着以以冲突已经来到了第5天，双方似乎是你来我往，愈演愈烈目前看战火短时间内还难以停歇，双方持续交火伤亡人数继续攀升。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为此提前离开加拿大的这个 G7 峰会，返回华盛顿应对局势。还有媒体报道昨天这个美国有大量的这个空中加油机30多架吧，说要从美国飞往这个中东地区。然后又是美国的这个航空母舰本来是要到越南到什么地方，改变航向驶往这个中东地区。这个局势似乎是越来越紧张根据这个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于周二清晨发动第9波导弹攻势。老规矩这个有没有击中以色列目标咱还不太清楚，但是我看了一下胡市好像是应声而落这第9波导弹首先击中的是胡市预计将持续至天亮。以色列多地响起空气警报。我在想这伊朗人为什么喜欢夜里炸呢？对吧？他现在已经是第9批这个导弹袭击了，基本上都选在夜里，恐怕是夜里这个发射效果要好一点便于伊朗的民众坐在自己家的那个阳台上面，或者是那个自己家房顶上，边喝着咖啡或者喝着茶，边看那个导弹划过夜空对吧？有利于这个伊朗的这种民族自信至于对以色列的打击效果，伊朗人民可以通过电视看到各种视频剪辑，各种 PS 的图片，那效果绝对是相当令人满意让这个伊朗的民众热血喷张如果这么说的话，你要白天发射导弹，那观赏性就差得多了，看不太清楚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其防空系统正努力拦截来袭导弹。起初以色列通知民众必须在避难所待命，直到另行通知。不过目前这个以色列国防军宣布，民众可以暂时离开避难所。这个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他是昨天表示，就周一他说过去几日的精准打击行动已造成多名伊朗高阶军官与核科学家死亡，并大幅延缓了伊朗的核计划。这个符合咱们节目说的这个以色列对伊朗的这个空袭它只能延缓伊朗的核计划。你要是彻底的把伊朗的核计划给它铲除掉，那恐怕只能是地面部队要进驻，这个恐怕短时间内比较难。这个内塔尼亚胡说他指出这些攻击让伊朗核项目倒退了非常长的时间。那具体倒退多长时间这不好说实际上我觉得你给他3-5年时间他就能恢复。另外以色列空袭了伊朗的导弹基础设施、战斗机以及国营电视台、摄影棚。作为这个报复伊朗呼吁2家以色列电视台撤离其总部，也就是说伊朗下一次这个也要把这导弹对准伊朗的以色列的电视台。根据央视报道北京时间今天也就是6月17日凌晨，伊朗发射大量弹道导弹，集中攻击了以色列南部城市贝尔谢巴附近的内瓦提姆空军基地。内瓦提姆空军基地距离伊朗西部边境1100公里，跑道长3400米，驻扎包括2个 F-35 战斗机中队在内的6个战斗机中队，也就是伊朗有计划的有目的的打击这个以色列的空军。这里要说说这个伊朗的国家电视台当时伊朗的国家电视台正在直播，对吧？伊朗对这个以色列的反击，什么真实承诺3行动的第8轮导弹袭击你想这正在直播呢，结果真的有人给他刷了个大火箭，那就是以色列人干的，多刺激这个大火箭它不是那个大哥打赏这是真的大火箭。正好在直播的时候发生爆炸，大家在晚上恐怕也看到视频了6月16号，有中国网友发视频称，在乘坐卡塔尔航空飞往多哈的航班时，在飞机上目击了导弹在以色列上空飞行的场景，就是导弹和那个他坐的航班都在天上飞。他往窗外一看，居然看到了导弹。按照以色列的说法他说伊朗已经对以色列发动了11轮袭击，包括约370枚弹道导弹和100多架无人机。有很多这个
乘客啊在飞机上拍下了这个导弹飞行的这些照片，那网上很多。我在想啊，这些人恐怕拍照片、拍视频的时候，恐怕也是捏着一把汗呢，因为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有可能被击中啊，这个完全有可能啊。我们再看看啊，双方在飙的狠话啊。这个6月17号，伊朗发布最新警告，称在未来几个小时内，伊朗空军和太空部队将对以色列全境进行攻击，任何位于被占领的城市、设施等都有可能成为打击目标。也就是说，下一次啊，绝对会来一波大的，以色列人等着。这个以色列啊，国防军以及以色列这个总理内塔尼亚胡啊，向伊朗人喊话，让伊朗人撤离重要的军事目标附近啊，比如那个农村右的那个区域啊，呼吁伊朗人民赶紧撤离，因为马上就要对那个地方进行轰炸。双方都是开始动员啊，对方的人赶紧撤离，这个我可是要轰炸了。把话先说在前面，我们的目标不是针对老百姓，是针对这个军事目标。显得自己都是正义之师啊。这个特朗普在他的社交媒体上也发文啊，呼吁伊朗所有人应撤离德黑兰。这个伊朗人有没有撤离德黑兰咱不知道，但俄罗斯人是老老实实的啊，开始撤离德黑兰。法新社6月15日报道，在以色列袭击了伊朗，随后伊朗对以色列实施轰炸之后，俄罗斯于15日宣布从伊朗撤出部分公民，并暂停其驻德黑兰大使馆领事部门的运作。俄罗斯大使馆在电报软件上指出，鉴于目前局势，大使馆领事服务暂停，领事服务恢复时间另行通知。央视报道啊，中国驻以色列使馆发布关于在以中国公民尽快通过陆路边境口岸转道回国或者离境的提醒，也就是大国啊也要求在以色列的公民啊尽快撤离。这个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啊说，以军啊已经取得了伊朗部分地区的制空权，也就是德黑兰地区啊，伊朗西部啊制空权，也就是 F-35啊游弋在伊朗的上空，但是伊朗否认他失去了制空权。当地时间6月16日，据以色列第14频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在未来几个小时内签署法令，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报道称，特朗普已要求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进入待命状态。报道指出，有迹象表明美国即将加入军事行动，美军在该地区的部署既是为防范伊朗可能的袭击，同时也表明美方正站队以色列。这个特朗普啊，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啊，所有人都必须撤离德黑兰。此前也曾警告伊朗，要么签署核协议，要么伊朗就会出事。好像特朗普说过啊，要么你们伊朗啊自己销毁这些核设施，要么我们就帮你炸掉，大概这个意思啊，就是你不拆我帮你拆。不过这个在 G7 峰会上啊，马克龙对记者说啊，他说美方已提出以停火提议。根据路透社、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最新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地时间16日表示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提出在以色列和伊朗之间实现停火的提议，确实有一个会面和交流的提议，提议重点是达成停火，随后启动更广泛的讨论。马克龙在7国集团峰会上对记者表示啊，现在要看双方是否会接受。这么说也就是国际社会啊还没有放弃啊外交谈判的努力。英国首相斯塔默证实啊，英国正在中东集结军队，以应对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这个《纽约时报》报道啊，他说，在以色列和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战争中，特朗普正在权衡一项关键决策：是否通过协助以色列打击伊朗位于福尔多的深埋核浓缩设施来直接干预该设施防御森严，只有美国 B-2 隐形轰炸机投放的掩体炸弹才能摧毁。也就是说，把这个炸弹给以色列人还不行，只能美军出动 B-2 隐形轰炸机去执行这个任务。当然这个是纽约时报说的啊，说如果他决定继续推进，美国将直接参与中东地区一场新冲突，与伊朗展开一场特朗普在2次竞选中都曾发誓要避免的战争。伊朗官员已经警告称，美国参与袭击伊朗的设施将危及核裁军协议的任何剩余机会，而特朗普坚称他仍有兴趣推进该协议。据一位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鼓励副总统万斯以及其中东特使维特科夫啊本周与伊朗人会面，这一提议可能会受到欢迎。特朗普周一表示啊，我认为伊朗基本上已经坐到了谈判桌上，他们希望达成协议。紧迫感似乎在加剧。白宫周一晚间
宣布，由于中东局势，特朗普将提前离开七国集团峰会。但如果外交努力失败，或者伊朗人仍然不愿意屈服于特朗普的核心要求，即他们必须最终停止伊朗领土上所有的铀浓缩活动，特朗普仍然可以选择下令摧毁福尔多和其他核设施。这是《纽约时报》的说法啊。那面对这个美西方的这个态度啊，你比如特朗普一边要跟伊朗和谈，继续推动这个核协议啊和谈，一边派这个航空母舰和这个战斗机啊到中东，这是两手准备啊。那面对这个美国西方的两手准备，那伊朗人呢？什么态度？实际上，伊朗也是两手准备。据伊朗媒体援引瓦西迪的话报道，伊斯兰革命卫队考虑了所有可能性，并已准备好应对战争中出现的任何情况。他说革命卫队尚未充分利用其导弹能力，将在合适时机把包括新一代导弹在内的现代化装备投入战场。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瓦西迪表示，革命卫队已为与以色列的长期全面战争做好准备，也就是准备打全面战争，打持久战啊！这是伊朗军方的强硬表态啊。但实际上呢，伊朗还有软的一手。伊朗网络媒体报道说伊朗一名高级外交官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伊朗的军事和政治领导层准备放弃铀浓缩以维持政权，但我们需要一个保全颜面的解决方案。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外交官说最高领袖和我们政府的真正首要任务是深层。以色列和伊朗之间持续不断的攻击和反击将不可避免地削弱我们的军队、安全部队、经济、公众士气，最终削弱我们的政府、军队和伊斯兰革命卫队将不可避免地失去对局势的控制。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们不想重蹈萨达姆侯赛因的覆辙。我们已经准备好谈判。这名外交官和许多伊朗外交官一样，曾在伊朗情报部门任职，也就是伊朗准备不打了，要谈判。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的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6日在议会发表讲话，再次强调伊朗不寻求核武器，也不是侵略者。佩泽西奇扬重申，根据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政策，伊朗不寻求核武器，并非伊方主动退出核谈判。他表示，伊朗国内任何人的立场和言论都将与哈梅内伊保持一致。佩泽西奇扬说伊朗有权利利用核能并进行有益于社会的核研究，没人能够剥夺这一权利。他强调，美国正在实施霸凌，违反国际规则，放任以色列侵略和袭击我国，我们并非侵略者。作为伊朗的总统佩泽西奇扬这不就是跪下了吗？他在议会讲话再一次重申，伊朗不寻求核武器，但是说我们伊朗有权利研究核能，把核能用于有益社会。也就是说，我不搞核武器，但是我研究核能，我这个权利还是有的。你看看已经认怂了。2名伊朗官员和3名地区消息人士说伊朗请求卡塔尔、沙特和阿曼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施压以色列，促使以色列立即停火。简单点说就是伊朗也以两手来应对美国、以色列还西方的两手，一手软一手硬，举着匕首举着枪跪下。这个一点都不稀奇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是跟伊朗的这个国内形势跟他的政权、跟他的政体、跟他现阶段发展的状况密切相关。很多伊朗的老百姓都在看笑话。这个网上有很多视频但是不知道真假在这个就是伊朗的社交账号上传播。这个视频疑似是伊朗的很多这个囚犯从德黑兰的这个监狱里逃脱，就是伊朗很多监狱犯人开始躁动，跑了，那不是看守放的吗？为什么放呢？实际上在德黑兰很多监狱里面，那些囚犯他不是真正的罪犯，他们是知识分子，他们是因言获罪，他们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和哈梅内伊不一样所以被抓，他们只是反对这个教士集团骑在伊朗人民头上，所以他们变成囚犯，他们遭到关押如果视频属实这个就是伊朗政权铁腕统治出现了又一道裂缝。所以我来聊一聊伊朗为什么他要跪下，佩泽西奇扬为什么要喊话我们绝不搞核武器，老实这回，因为再这么打下去伊朗的政权很快就要垮台。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伊朗这个它的政权的特点决定的。伊朗的这个社会结构有人说它有点像晚清，大家自己去脑补我们就说这个伊朗的这个目前一个现状，我们不要说大国，要不然的节目也可能不让播自己去脑补。就是目前伊朗它现在也是类似于少数民族
族啊在统治这个伊朗。伊朗这个主要的民族吧，一个是阿塞拜疆，占伊朗人口的25%。伊朗的主体民族叫波斯族啊，他们占伊朗的65%，而剩下的一些其他的民族啊，只占10%几。那现在是占20%几的这个阿塞拜疆是这个伊朗的统治阶级。这个阿塞拜疆族主要是叫教士集团，你可以这么简单理解啊，阿塞拜疆族啊，他们就是婆罗门。为什么呢？这个又跟这个伊朗的独特的这种叫政教合一这种政权形式有关系。当然了，你也可以不叫它政教合一啊，它是教士集团控制它的政府，实际上就是政教合一嘛。他那个伊朗的总统啊，你看上去也是民选的，没毛病啊。佩泽希奇扬就是伊朗老百姓选出来的，但问题在哪儿呢？问题有2个，一个伊朗的总统候选人你必须由这个教士集团呢，也就是咱们具体说就是哈梅内伊来提名，哈梅内伊认可你才能去参选总统，哈梅内伊不认可你连参选总统的资格都没有。这第2个，在这个总统之上啊，民选的政府之上，他有个教士集团，宗教领袖。他这个宗教领袖，比如哈梅内伊，他可不是美国的，不是伊朗的老百姓选出来的，是伊朗的一个叫毛拉还是叫什么？就是他有一个宗教委员会，宗教委员会里面都是一些这个研究古兰经啊，对吧？伊斯兰教的这个学者，这些学者大概10几个人吧，他们来投票决定谁当这个宗教领袖啊。现在就是哈梅内伊，这个宗教领袖是终身制，美国的伊朗的这个教士集团呢，控制整个伊朗。最主要的，他还有自己的革命卫队，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这个革命卫队它是归教士集团管啊，它不归伊朗政府，更不是伊朗的国防军，也不是伊朗的所谓的正规军。这严格意义上它是宗教部队。那这么一支凌驾于伊朗人民、凌驾于伊朗政府之上的这么一支宗教军队，大家想象一下它的战斗力怎么样？显然这个宗教军队的地位比政府军要高得多待遇也好得多。这支宗教军队把持了伊朗所有的肥缺，也就是有油水的这些项目工程。实际上伊朗所有的重大工程赚钱的项目，伊斯兰革命卫队都能插手，扒一层皮。这比那个八旗还要腐败你说他能有什么战斗力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次以色列斩首的很多都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高官。我举个例子吧，伊朗是现在受到这个制裁，按理来说它的石油是禁运的，对吧？它卖不出去，但是伊朗一点都不影响它石油照样出口。它怎么出口呢？它的石油都是先运到这个伊拉克，这就类似于洗产地因为它跟伊拉克挨着，它运到伊拉克之后不就变成合法了吗？从伊拉克出口，而这个业务就是伊斯兰革命卫队掌控，这不就是走私石油吗？完了赚了钱怎么办呢？大量的钱在伊拉克投资巴格达的灯红酒绿那很多都是伊朗的资金，都是伊朗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钱，这个伊朗教士集团的钱。你就不要说伊朗国内那些重大项目，那些赚钱的行业都有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身影。当然了，这种制度其他地方也有，也就是这个军队它不是为国家服务，它是为一个小群体服务，自己去脑补所以在伊朗，你不要看什么国防军，那国防军就是个花架子，这要钱没钱，脏活苦活是他们干，好处没有。你想象一下吧，好处都是伊斯兰革命卫队搞走了，这是他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它是这么个架构。然后他这个教士集团有时候他们是几大家族长期把控所以这个顶部，他金字塔的顶尖这个教士集团现在是5大家族。这个以前最大的就是霍梅尼他们家族，霍梅尼不是领导这个伊朗民众推翻了这个巴列维王朝吗？结果霍梅尼家族成为伊朗最大的、最有钱、最有权势的家族。但是你的学生哈梅内伊是霍梅尼的学生，等他上台以后这个霍梅尼家族就被踩到第5去了。他要限制一朝皇帝、一朝天子、一朝臣所以霍梅尼家族被踩到第5，哈梅内伊家族排第1。这5大家族各管一块，各有各的势力，各有各的版图。所以在面对以色列导弹袭击的时候，捞钱的时候呢，那各不相让，对吧？互相攀比，你捞多少，我比你捞得更多。但是要出力，对吧？要去抵抗外辱这咱们说叫外辱。你抵抗以色列的时候，那大家都要保存实力，对吧？他炸的又不是我们地方，炸的又不是我的产业，炸的又不是我的这个资产，着什么急呢？但是口号要喊，坚决跟以色列打到底。但是他不出力这个5大家族都希望借以色列的这个外来之手借
借别人的手来削弱对方的这个势力。所以你说伊朗这样的一个政权，对吧？这样的一个形态，这样的一个社会，他怎么可能抵抗以色列呢？他只有挨打的份儿，完了之后只有表演给老百姓看。而伊朗的老百姓呢，他的主体民族是波斯族，那波斯人在伊朗，那好比那个对吧？上个世纪末那大国的汉民啊，他们是在底层，没有什么好处，哎，只有一小部分啊，跟阿塞拜疆这个教士集团跟这个婆罗门啊相勾结的波斯人，哎，他们也能发点小财，但是他毕竟在下面，他爬不到那个金字塔的顶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指望伊朗的老百姓啊团结起来抵抗这个以色列，抵抗美国，那都是痴心妄想。网上有个段子，当然是段子啊，说以色列的摩萨德在伊朗招线人，这摩萨德问那个应聘的伊朗人说$10,000行不行？结果这个伊朗的线人啊，应聘者说啊没问题，但是啊我能分期付款吗？你看啊，这就是伊朗人自掏腰包，对吧？给那个以色列带路啊！但是这个是网上的段子啊。伊朗人凭什么乞丐收德黑兰啊？所以伊朗人家只是看热闹。所以伊朗的这个几大家族啊，他都是各怀鬼胎，都是保存自己势力，都准备随时要跟以色列或者跟美国合作，对吧？壮大自己，打击异己。哈梅内伊啊，一面高喊着要，对吧？报复以色列，报复美国，实际上他更多的要防着内部谁要搞他，对吧？趁他不注意把他推翻，他既要防那个另外4大家族，他更要防伊朗的这个世俗力量，对吧？某种程度上啊，哈梅内伊的敌人不是以色列，也不是美国，而是伊朗的老百姓。他们这个教士集团是伊朗波斯人民身上的吸血虫啊！所以那些黄俄啊，那些所谓的正能量，一天到晚喊着伊朗你给我上，伊朗不能跪下，伊朗不能怂啊！人家哈梅内伊心里跟明镜似的，他能上你的当吗？人家会拿自己的身家性命跟以色列跟美国干吗？开什么玩笑啊！保住他们在伊朗的地位，这是他的首要目标，对吧？保住他们的家族，保住教士集团在伊朗的这个统治地位啊，这个才是他首要目标啊！至于搞什么核武器，至于跟美国对着干，至于要把以色列从地球上抹掉，那些都是为了树立一个敌人，对吧？糊弄伊朗国内的老百姓。这个教士集团内部啊，它也有矛盾呢，互相争夺，内部矛盾不可调和的时候啊，它就矛盾要转移到外面去，外面有一个共同的敌人，我们跟这个敌人不共戴天，所以我们一切的问题都是这个敌人引起的，我们最高目标是把这个敌人抹掉，对吧？以这种矛盾来掩盖国内的矛盾，就这点花招啊。所以说啊，如果特朗普要对伊朗宣战，这个仗啊，只要持续时间超过1个月以上，恐怕这个教士集团就得垮台。这就是为什么哈梅内伊，对吧？这个教士集团现在要跪下的原因。你不要看那个伊朗的总统佩泽西奇扬，他可是哈梅内伊的学生啊，他是哈梅内伊指定的。所谓的让老百姓选一遍，那只不过是啊走个程序啊。所以说啊，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以色列对伊朗的核设施、军事目标等等啊，弹道导弹进行袭击，美国现在给伊朗施压，这反而是伊朗人民，对吧？波斯人民一个契机啊。我想大家还记得一个画面吧？我们的地保老人千辛万苦啊，冒着风险到伊朗访问，结果啊，我们的地保老人，对吧？这个英明神武的啊，普京大帝居然跟那个伊朗的已故总统啊，先总统莱西两个人并排坐着，像个小学生一样，坐在哈梅内伊的下面。大家还记得这画面吧？也就是说，这个哈梅内伊是神呐，他这个神不仅是伊朗的神，对吧？你世俗社会的总统来了，都得坐他下面，管你是谁。所以这种奇葩的政体啊，这种奇怪的，类似于毒瘤一样的，他能把伊朗搞好，能让伊朗人民过上什么幸福的生活，那才叫怪呢。我也不知道啊，胡锡进老师为什么死乞白赖的就支持这种毒瘤政权呢？知道伊朗有多腐败吗？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